，ramararum， 就是形容词前面会加一个打打的时候，就会加深这个形容词的这个感觉啊，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或是真的很难过，非常的难过，就这个意思哦。ramararum， 非常的勤劳，就这样这个意思哈。这个好像上次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那上一次的课程，前面的5个句型应该都讲过了。那我们今天就继续的来讲，构词原则哈。我们今天讲的是中缀 ，OM 中缀哈。在我们阿美族语的这个中缀，所谓的中缀就是在这个单纯词里面，不是加前缀，也不是加后缀哈，在中间插进去哈，加 OM 哈，我们叫中缀。那这个词在我们的族语里面其实不多。我们今天一开始呢，会先使用名词类的哈，会使用 OM 的这个缀词。好，这个是我往下一页看哦。好，在这个中缀的词里面，我选用的是 ratio。我们知道 ratio 嘛哈，这个 PPT 这个左边这个地方哈，黑色的 ratio 这个是一个单纯词，讲的就是歌。如果我们加一个中缀哈 ，om rumatio 它就会变成动词，就是唱歌的意思。好，所以我选用的这个 ratio 是名词哈。我先用名词来做这个构词的练习哈。好，那 rumatio 它是一个动词哈，唱歌。如果我们前面加一个 ga，garumatio 就会变成祈使句哈，就是要唱歌的意思哈。garumatio 加一个前缀 garumatio 就是要唱歌，祈使句。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哈，我们就用那个 garumatio 当做我们的词根啊，字根啊，当做我们的字根就是 garumatio， 这个是一个构词哦。我们把这个 garumatio 当做字根，再加前缀，再加后缀，会变成什么样子哈？其实应该我们已经上了第9次了哈。其实很熟练的朋友应该也都很清楚，应该都记起来了。好，第一个是 bagarumatio 加前缀哈 ，garumatio 前面加一个缀词bagarumatio 就是叫谁唱歌，使谁唱歌，让谁唱歌哈。bagarumatio。而第二种呢，前缀变沙的时候 ，zagarumatio 啊 ，garumatio 前面变成沙的时候 ，zagarumatio 就是唱歌的工具或者是方法。啊，这2种哦，就是 garumatio， 如果前面加一个缀词的时候，目前只有2种，一个巴，一个沙 ，bagarumatio，zagarumatio 这样子。好，第二种呢，如果是 garumatio 后面加一个缀词啊，那我们目前我们发现到的就一种，就是加 an garumatio 就是唱歌的时间或地点。garumatio 后面加 an，garumatio 就是唱歌的时间或地点。好，第三种呢 garumatio 前后都加介词哈，只有目前就发现到一种，就是沙，前缀是沙，后缀是 an。garumatio 想要唱歌哈 ，garumatio。好，另外呢，我们这个 rumatio 如果直接不要用这个祈使句的 garumatio 哈，如果是 rumatio 就好了，这个动词加一个后缀 rumatio 就是唱歌的人哦，所以大概就这几种。
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呢。好，待会哈，我这边有列出这个名词，就是 OM 型的，也就是说可以加中缀的这个字根哈。目前我想到的只有5个哈。那如果说各位我们线上的老师或同学，你有想到，或者说有发现到有一些字是可以加中缀的，也麻烦你提供一下哈。那我目前提供了5个哈，我先说明一下哈，我待会再来讲这个例句哈。别人就是身体哈，那加中缀的话就是读别人，加在哪里呢？可能我们线上我怕有一些学生可能会不知道加在哪里哈，要在这个 T 的后面哈，嗯，读别人就是我先不写哈，待会如果真的有需要，我再写上去哈。别人加中缀的话，就是变成 TOMIRENG 哈，读别人。radio 呢加 OM 这个刚刚的例句哈，加在 R 的后面 rumah 主二是说我们的话，所以说话就变成 SOM 了 ，SOM 加在 S 后面。所以你看，目前为止都是第一个字，这个的就是第一个字母的后面，就是第2个开始加哈。好，打叶第4个是打叶就是便的意思，大的哈，大的便打叶。那如果变成读买眼呢，就是去上厕所。就我讲的比较文雅一点哈。如果要粗鲁一点，就是大便的意思哈。读买眼，它是动词哈。好，第5个是乞丐，乞丐就是讲的是跑姿，跑的那个动作，跑姿哦，跑的姿势哦，乞丐。那如果加动词呢，主咪盖就是加在 COM 哦 C 的后面，主咪盖就变成动词哦。那如果说你还有想到，待会我们要练习的时候，你还有想到别的，也可以提供一下哈。好，我们来看这个例句，第一个，这个最简单哈 r a d i o 是歌的意思哈。那如果变成动词，就 romadio 加一个中缀 romadio 就是动词。romadio 跟 romadio 跟 iruma 就是我在家里，我在唱歌哈。romadio 跟我在唱歌，在哪里呢 iruma 那整句发音就是我在家里唱歌。好，那个第一个句型最简单哈。那我们请我们线上的老师同学，你自己找一个字根哈。我们目前如果你想不到，你就用这个我提供的这5个去写哈，然后你写一个例句，简单的例句哈。那主要就是我要看一下那个你会怎么翻译，你会怎么翻成中文哦。好，我们来开始试试看哈。第一个例句 r o m a d i o g a g u i r u m a 所以你们要改的是哪里呢？改的是前面这个字哈，字根改一下。那后面呢就自由发挥。好，我们来试试看哈。我把这个字根也贴上去好了。稍等一下哈。
好，我们继续哈。第一个句型，我们找一个字根，然后它是中缀的，使用中缀的方法构词的哈。那我已经贴上去了哈，5个。第二，rasio soal saya jika 哈。那因为现在还是有人陆陆续续加进来哦，出去又进来，所以我还是再重贴一次。好，我们使用这个字根哈，然后利用这个句型一的这个例句，然后自己来练习一下，来写一个句子哦，然后要中文翻译这样子。哦，这个我提供的这5个哈，我顺便把这个中缀加上去哈。那我会担心有一些那个学生会不知道加在哪里哈。好，我都已经打上去了哈。Tumiren mi rumatiu muar tumaye tumikai。那我请我们线上的朋友哦，来写写看这个句型一，可能太简单了哈，那没有关系哈，就大家就提供一些想法跟句子啊。如果说你有别的知道的可以写中缀的这个字根啊，也麻烦你提供一下啊。我能想到的也就几个这样子，那是名词的哈，我讲的是名词啊，动词的可能会多一点哦。好，有吗？有例句吗？还是太简单了，不想写。好，我们请 Alex 苏来念一下你提供的句子。你把安吉苏啊堵迷了一地啦，你站在那边要干嘛？哦，你站在那边要干嘛？Nimaan gisu atau miran itira。像如果是问句哈，如果是问句nimaan gisu atau miran itira。如果安吉苏啊堵迷了一地啦，那个最后一个字如果拉上去哈，就会是问句了。哦，好，像那个你刚刚的那个句子，有点就是念的有点平，就会哦，好好，不就是会听不出来是问句。好，好，那个 Cindy， 麻烦 Cindy。好，老师，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试看看。Tumangit在沙发椅咖啡店，妹妹在房间哭。好，这样好，谢谢哈。Tangis 的话，tangis 是动词还是名词？哭，是动词，对不对？对啊，那个是嗨，所以那个是待会会讲到哈。嗨，你有没有想到别的那个名词的？好像因为我想起来的名词也很少，就5个，动词的会多一点点啊。然后这个 dumangit sa safa ikafudian，
如果你的中文翻译的话，是不是要加个妹妹们？因为这个嗨，沙发它是多数嘛，两个以上，对，所以会中文翻译会是妹妹们在房间哭嗨，这样。嗨，阿哦，来，不会，你应该是没有注意到。哎，还是你们的国位标记，我问一下 Cindy 啊，那个你原本是这个想法吗？就是妹妹们不是，我是单纯只是单独，一个妹妹，所以我是写错。你是你写错对不对？哈，对，嗨，还是说你们的国位标记是用长？应该是要用挤沙发嘛。如果说单独是我的妹妹的话，是用挤沙发，阿姑是像这样吗？因为像这个国位标记哈，我习惯了，我不敢说绝对哈，我的习惯是同辈用姑，然后跟你有血缘关系的长辈用吉，还有那个人名啊，比如说你的妹妹叫巴奈，就蛮一起巴奈就用吉西埃了。那如果是没有哦，名字的话，你用那好，个我会用姑诶，就蛮一起姑沙发也搞不点，我会用姑。姑沙发，对，哦，嗨，那除非你就蛮一，除非你讲的是多数，就蛮一扎沙发，那你的中文翻译就要多加一个们。所以好，我刚刚，问你说，你的想法里面是要有很多妹妹，还是说只有一个？而且弟弟如果是一妹妹们，个的话，哦，那你的母语这个就对了，可是中文错，中文要加一个们这样，嗨，哎，好，好，谢谢大概是这老师。样子。好，那我们请智慧念一下你的句子。Patsafa sa tumaya kuatsu 狗乱大便。好，谢谢。我是发萨福玛雅胡阿柱。好，谢谢哈。这一句也比较简单啦。如果还有吗？如果没有，就跳第二句哦。好，那个我刚刚是说名词哈，我不知道大家想一想哈，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中缀的名词的字根哈。我今天也想了很久，好像想不到第六个，可能我知道的单字也不多了哈。那还有吗？还有句子吗？如果没有，那我就跑到第二句了哈。好，句型2，好 g a r u m a t i u 对不对？我们使用的是 g a r u m a t i u 我再回头看一下哈。我们现在用这个起始句的这个 g a r u m a t i u 来当做字根哈。g a r u m a t i u 那前面加一个沙前缀哈。sa g a r u m a t i u sa g a r u m a t i u 是什么 ？sa g a r u m a t i u 是工具跟方法哈。好，我来念这个句子啊。Usa karumatiu aku punya maiku. Usa karumatiu，你看啊 ，karumatiu 这个是字根啊，karumatiu，然后我前面加一个 sa，karumatiu aku punya maiku。麦克是麦克风啊，这支麦克风，古尼亚麦克风，这个麦克风是我哦，是我用来唱歌的工具哈。所以我这边有一个刮胡哈，我也可以把这个工具不要写。我之前有讲过哈，这个用来唱歌的方法或工具，你要看你中文翻译啦，你要不要写？像如果说中文翻译，我也可以这样讲啊。这支麦克风是我用来唱歌的，这样就好了。工具可以省略哈。不过有一些句子就是在做翻译的时候，如果你省略没有办法表达清楚的话，就把它写出来没关系。但是工具还是方法，或者是原因哈。Sakarumatiu 工具方法或是原因，这样子啊。
好，那字根不多，我们再来写写看哈。用来读嘛六哈，用来像如果说用刚刚智慧的这个句子来举例的话，萨卡多玛耶用来上厕所的工具哈是什么？这样就一个句子了哈。好，我们来试试看哈。拉嘎鲁马六阿古古尼阿麦古，这个麦古这个是外来的借用词啊，介词，应该是台语还是日本？好像都是用这个发音哈，麦古。好，我们来试试看哈。拉嘎鲁马六前缀哈，嘎鲁马六加一个前缀。其实你也可以那个刚刚像 Alex、Cindy， 你们也可以用那个你们写过的这个字根来写。好，我们请 Alex 来念一下你的句子。乌萨卡多米人，你阿公古尼亚足够了。这只拐杖是阿公用来站立的工具。好，谢谢。萨卡多米人，你阿公古尼亚足够了。好，谢谢 Alex 哈。萨卡多米人用来站，用来多米人是身体加 om 米隆就变成站立哈。在我提供的这个句子，好像只有底任这个会比较特别哦，还有那个打叶这个，怎么样说比较特别？像底任它是身体嘛，如果加 om 读米任就会变成站起来或是站立哈。那 radio 它就是歌，罗马六就是唱歌，它意思会比较，就是它变成动词啦，但是它这个语境是没有太大改变。数二、数摩二这个也是一样，数二是说话，话我们所说的话哈，数摩二就变成说话。这个打叶它是便便哈，不管是人的或是动物的，甚至于是植物的也可以哈，因为像那个有一些植物它会分泌那个，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呆眼努曼这样子哦，呆眼那吉朗这样，或者是我们讲生锈啊呆眼，这就是我们讲也会用这个字哦。那这个是便便，可是加一个中缀读麦会变成动词，就是上厕所的意思哦。我们现在讲那个可能是因为就是讲的要文雅一点，变成上厕所了，所以我们就习惯读玛雅就会上大号的意思哦。这几个会比较特别。好，我们继续哈，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例句。我再回头来说一下，好像那个 Alex 的这个例句啊，我们讲这个可谓标记哈，我是个杜米人你阿公，所以对那个这个阿公来说，对这个 Alex 来说，这个阿公是他的阿公哈。那如果我把这个哈，我是个杜米人努阿公，我用努的话哈，古尼阿走过，也就是说这个拐杖哈，是给阿公用来站立哈，那个阿公不一定是我的阿公哈，是所有的阿公努阿公，不一定是指我家里的，所以这个还是有分别哈。这是格位标记，一些使用上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好，我们还有例句吗？
那个我也请大家想一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名词的字根哈，名词的看起来是不多了。好，如果没有例句哈，如果你有例句，先慢慢写没关系，然后你贴上去。如果说已经过头了，我还是会回头讲。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讲到第3个例句哦，句型3也是一样哈，就字根加前缀哈。刚刚是 Sagarumathiu， 现在用八哈 ，Bagarumathiu ji ina itakuanan Bagarumathiu ji ina itakuanan。妈妈叫我唱歌哈，让或是使我唱歌，叫我唱歌，让我唱歌哈。这个 Bagarumathiu 让谁去唱歌，使谁去唱歌，叫谁去唱歌哈。那这个地方中文翻译就是看看用我们现在习惯的中文表达这个语境去写哈，让我唱歌跟叫我唱歌，使我唱歌哈，都可以。Bagarumathiu ji ina itakuanan， 好，也是一样的方法哈。我们还写例句吧。好，那个为了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这个练习哈，我这个 ratio 哈，大家也可以用啊，那你就发挥一下别的那个意思这样子，这个 ratio 也可以拿来用。好，我们继续哈，句型3。Bagarumathiu ji ina itakuanan， 妈妈让我唱歌，叫我唱歌。好像那个句型3的 dakuanan， 有的人会习惯说 gakunan 哦，这个都是受格啦，就是我的受格。那有的部落会习惯写 gakunan， 比 gakunan， 或者是 dakuanan。一般来说哈，像如果是用 gakunan 哦，就不会有那个没有那个哇 gakunan 没有那个哇。那一般想打古阿难就会有那个哇的音，打古阿难，这个可能还是要看部落使用的习惯哦。好，我们来试试看哈，写看例句。Bagarumathiu Bagatumiren Bagatumaya。好，那个学生写了2个句型哦。好，我们先请学生来念一下你的句子。来，Sakazumi Gai Ningra Kunia Zokap， 这双鞋子是他用来跑步的。Bagatumiren I Balet No Ahnan Ji Ina Itakuanan， 妈妈叫我站在椅子上。好，谢谢学生哈，他写的是句型2跟句型3的哈。Sakazumi Gai Ningra Kunia Zokap， 这个 Zokap 就鞋子哈。那有的会写鼓柱哦，这个也是部落不同的使用语哈。鼓柱或是主嘎，古尼亚主嘎，那个朱米盖，吉盖是跑的姿势啊。如果朱米盖变成跑步哦，那嘎朱米盖就是要跑步，去跑步。这个朱米盖就是用来跑步的工具或者是方法哈。那这边如果说一定要写出来，那一定是工具了，因为它是一个东西嘛，这个鞋子。那这个时候这个工具就可以不用写，我刚刚有讲过哈，有的时候可以不需要写。这双鞋子是他用来跑步的。好，那
他学生的第3个句型是 Pakatumireng 站立哈。Pakatumireng kelas no enam ci ina i takuanan。这个学生这个是我可以男士的吗？更正一下，那个是法勒，我打成法勒打错了。然后哦，那个法勒阿亨难，是不是？阿亨难我是用那个恒春阿美的那个椅子。恒春阿美，所以学生你是恒春阿美的，我是恒春，但是我学的都是秀姑峦比较多。秀姑峦的哈。好，那因为我们线上其实可能5个族群都有哈。如果像海岸的话，那个都没人以那个 plus 哦，我们会讲以嘎巴这样子哦，我来写一下，因为我怕有人会看不懂嘎巴。那有可能会想882，也有可能也会有人会这样讲哦。Pakatumireng ika no anengang 这个应该大家都会了。Ciina itakuanan， 妈妈叫我站在椅子上。Pakatumireng 妈妈让我站在椅子上也可以。好，那个学生，那你要写出来哈。你刚刚不是说你要改吗？那个阿亨让，那个阿亨让，你不是说你要改？哎，是你说法勒斯。法勒斯哦，你要改成法勒斯是不是？啊，对，我写上去了。哦，法勒斯，所以这个是秀姑峦的，对吗？对，秀姑峦。秀姑峦的，所以我不知道哎，像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是如何，就是说一个句子里面使用2个到3个那个亚群的这个惯用的单字，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像以后如果说你去考那个认证啊，我不知道会不会被刁难，我不晓得。所以学生你有去考族语认证吗？我是考秀姑峦的中高级。因为我就给你个建议，就是说我不晓得会不会被刁难。也就是说哈，如果你考秀姑峦，那你就全部用秀姑峦的那个惯用的那个词。好的，这是我的建议啦，因为我怕会有那个诟病就对了。好，那我们往下哈，我们智慧老师的来，请智慧老师念一下你的句子。Usakatomikay ni marang kuni Nike 爱古著。这双 Nike 的鞋子是马浪的跑鞋。好，谢谢智慧老师。Sakazumikai， 好，这个是句型2哦。Sakazumikai ni marang kuni Nike I， 不要加个Nike I 古著 ，Nike I 古著 ，Nike I 古著。我觉得可能要加Nike I 古著。Usakazumikai ni marang kuni Nike I 古著 ，Nike 古著 ，Nike I 古著。好像可加也可不加哈，我没有绝对哈，Nike I 古著 ，Nike I 古著，好像都是可以的。这个是因为哈，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是以前我们阿美族没有的东西，像这个鞋子 Nike， 我们也只能这样说了哈，直接拿来用。那 Nike I 古著就是 Nike 的鞋子啦，那翻译的话就是，就是跑鞋的意思啊 ，Nike I 古著。因为像现在哈，像 Nike， 它有出鞋子，也有出那个拖鞋，
好像也有语谐。所以这个在中文翻译上的话，鼓住的话一般都是指，可能是跑鞋或者是皮鞋类啦，就是我们平常穿的啦。Nike Air Slipper 就变成 Nike 出的那个拖鞋了，现在不是很流行吗？很多年轻人都穿到街上去，也有雨鞋的。Nike Air Amigo 住也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哈。好，谢谢智慧老师哈。Nike 的鞋子是马让用来跑步的，我觉得这样翻会比较好。Nike 的鞋子是马让用来跑步的，这样子。好。我们再来看那个 Alex 叔，我们请 Alex 叔念一下你的例句。好，我有个地方打字打错。马达瓦莱多嘎古阿米亚拉多达迪圣诺马古曼萨巴嘎杜米人古新西伊达古瓦难。我忘了带作业，所以老师叫我站起来。好，谢谢 Alex。马达瓦莱多应该是阿古哈。达瓦莱多阿古阿米亚拉，这个对，应该是用阿古。好。达瓦莱多阿古阿米亚拉多达迪里圣，你看他这边也是用构词，达迪里圣是要写的东西哈，达迪里圣要写的什么？就是作业啦，要写的东西就是作业。马古，好，我们先看第一句哦。我可能还是需要解释一下，怕有一些初学的哈。马达瓦就是忘记，马达瓦莱多阿古我忘了哈，马达瓦莱多阿古我忘了，这个嘎古要改成阿古哈。马达瓦莱多阿古我忘了，忘了什么？阿米阿拉多达迪圣，米阿拉就是拿，然后拿什么？米阿拉多拿什么呢？达迪圣的马古是我所要写的东西。那一般的话就是指作业了，所以这个是学生的角色嘛，因为你看后面哈，mansa 这个怎么翻？这个是有点像那个 saga 有没有？有的部落会讲 saga 就所以啦，所以的意思 mansa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部落自己的习惯哦。有的人会讲 mansa， 或者是 saga， 所以 pagatumiran 形式一打关难，因为老师叫我站起来，这个可能就是罚站的意思了。pagatumiran 形式一打关难，老师让我站起来。好，谢谢 Alex。我们请高宇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好，你等一下哦，我要开好，不晓得这样对不对？朱米盖嘎古伊拉烂，我原来要写广场，可是我不会写。你说什么？广场。操场。所以我就只好写拉烂，在路上。然后乌萨嘎朱米盖阿古古尼阿祖巴，然后巴嘎朱米盖古信息伊扎国南。好，谢谢你哈。朱米盖嘎古伊拉烂，他直接写3种句型哈，句型1、2、3都全部写。朱米盖嘎古伊拉烂，我在路上跑步。这个是没问题的。好，乌萨嘎朱米盖阿古古尼阿祖巴，好，这个高语是男士的，对不对？萨卡朱米盖，好，这个萨卡朱米盖其实我们那个构词哈，就是中间不用空哦。萨卡朱米盖这个中间不用空。哦。它是连在，因为它是构词。它整个构在一起，它就变成一个意思这样子。OK。好，古尼亚主巴主嘎古柱，好像都是同一个意思哈。这双写古尼亚主嘎主巴主巴
主巴主嘎不主，这双鞋子，这双鞋是我用来跑步的哦。中文翻译没问题。好像第3句哈，巴卡祖米盖这个也不用分开哈。巴卡祖米盖古星系伊达古安南，老师叫我跑步，让我跑步，使我去跑步也都可以。所以这个中文翻译还是要贴近你个人想表达的。让我跑步，叫我跑步。好，谢谢高宇。谢谢老师。我要订正吗？还是要重写吗？不用啊，因为知道就好了，知道就好了。好，谢谢。巴卡祖米盖，好，我们继续往下哈。还有2个句型。好，句型4啊。Isa saya ku ke rumah siwanaku. Isa saya ku ke rumah siwanaku. Isa saya 是一个时间哈。ke rumah siwan， 不好意思，我要先讲一下哈。刚刚是前缀哈，现在是前缀加后缀哈。没有，更正，后缀加一个后缀哈。Karumasiwan 只加一个后缀哈，我们是用 Karumasiu 当做字根嘛哈，加一个后缀 an 就是唱歌的时间或地点。好 ，Karumasiwan， Isa saya ku Karumasiwanaku。我唱歌的时间在晚上。那如果说变成地点呢 ？Ibaputar 或者是以前会 KTV Karumasiwanaku 就变成地方哈。我唱歌的地方在我唱歌的地方在钱柜 KTV 哈，以钱柜 KTV Karumasiwanaku。好，时间地点都可以哦。好，这个也好，请大家来写写看哦。因为我们还有5分钟，我直接讲那个句型5好不好？待会大家就一次写2个。好，句型5就是 Karumasiu 加前缀，然后再加一个后缀哈。Karumasiwan 这个就最简单了。Karumasiwan 结果它的字是最长的，就是想要唱歌，想要的意思哈。Karumasiu 加前缀沙，后缀安。Karumasiwan 就变成想要唱歌。好，Karumasiwan aku ibaputar 我想要在外面唱歌哈。Baputar 就是地点，外面哈。Ibaputar 是在外面。Karumasiwan aku ibaputar 我想要在外面唱歌。好，可以2个句型都写哈，或者是写一个句型也可以。那个句型4哈，就是你要变成地点或者是时间都可以。好，我们先来想一下哈，你们边写，那我回头来讲一下。刚刚有一个像句型2哈，句型2这个也可以那个更换那个主词。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像这个句型2 ，Usa Karumasiu aku punya mic。如果把这个麦克风放到前面呢，我们之前有讲过这样的那个方式啊，更换，把它放到前面会用什么 ？Uni， 你看 Uni a mic 就这个麦克风哈 ，Uni a mic gu 啊 ，Uni a mic gu Sakarumasiwaku 啊 ，Sakarumasiwaku 就是我用来唱歌的，那变成前面的那个。就变成加 KO 哈，它的格位标记就变成 KO。我再讲一次哈，你看哦，原来的句型是这样 ：Usakarumasiu aku punya mic。
这支麦克风是我用来唱歌的。那如果把组合换掉呢？把这个麦克风放到前面哦，无逆就变成无逆，无逆啊麦古古扎嘎鲁马西瓦古。中文翻译呢，就变成我用来唱歌的工具。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工具了。我用来唱歌的东西，或者是我用来唱歌的工具是这个麦克风，就会变成这样子哈。意思都是一样的，但是表达的方式不同。好，大概是这样子哈。好，我们继续来写句型4跟5哈。我们还有2分钟，2分钟后我们先休息。现在有句子吗？好，我们边想一下哈。好，刚刚讲的那个句子哦，就这个。可以跟句型2对照一下哦。Pusaka rumah sewaku kunia maiku， kunia maiku pusaka rumah sewaku， 意思是一样的哦，但是中文翻译会不一样。好，我们不浪费时间哈，因为50分了，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8点回来，我们继续上。那你可以你写好的就先贴出来，那还没写好的，我们就8点再继续哈。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8点回来。你的例句啊，句型4跟句型5。I katayaan no pechulapan ko katumayan ako。我上大号的地方在学校的厕所。Saka tumikayan kaku ibiungsuan。我想要在运动场跑步。好，谢谢决胜。好，决胜是写一个大一案哈。那我自己的习惯是大一案，我刚刚有贴出来哈。打一案就是如果在那个蔡宗涵老师那边，他是写打一案哈，是厕所。打一案这个我不是很确定是哪一个雅群哈。然后我记得习惯就是打一案，就是指的是厕所。No pictulasan ko katumayaan aku， 像这个打野我是不是有写错？打野我们再回头看哦，那个我好像提供了一个错的，对不对？蔡宗涵这边是写 TAYI， 确定一下。好，对，那我更正一下好了，我们还是用那个比较有学识的人所写的这个。我刚刚写的那个粪便啊，我写打野是写 TAI， 然后一个喉塞音哦，我们改一下好不好？就是 TAYI， 然后喉塞这样子，打一这样子。所以像我们讲厕所哈，就是习惯是讲打一案哈，就是重复子音打那个打一，对不对？重复子音就打一案。那比如说打就是学校的厕所，过卡多玛一案，过就是我上厕所的地方哈。
我上大号的地方是学校的厕所。Sakatsumigayan gaku bi untukan， 这个也可能是牙群的不同哦。bi untukan，像untuk 其实也是外来介词哈，运动untuk 这个应该是日语的介词，然后 bi untukan 这个也是构词哈，untuk 就运动加前缀再加后缀哈。比萨拉玛岸就玩的地方，比温多干就是运动的地方哈。那一般我们就会讲说，那个运动的地方就是讲运动场、操场。比温多干，好，我们谢谢学生哈。我们现在请那个 Alex 来念一下你的例句。Hai Ibu Alvenu Hanan Gu Katuminengan Aku， 我罚站的时间在下课10分钟。Sakatuminengan Kaku I Gaigor Nu Bibasifanaan， 我想要站在教室后面。好，谢谢 Alex。Ibu Alvenu No Pahanhanan Gu Katuminengan Aku。好，我们来看哈，我罚站的时间。我罚站，我站起来的时间哈。我们的主语如果讲罚站，因为如果从主语看的话，其实比较没有那个从字面看呢，没有那个被处罚的意味了。当然，这个还是要看那个我们当时的情境啊，就是我们对话的对象哦。如果你的对象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对象知道你在罚站，这句话是可以成立的啦。那如果说从字面看，比较没有那个被罚的感觉哈。都没有，我只是说我站起来的那个时间呢，都没有那么过。我站起来的时间在巴罕汉就是休息嘛。我们他这边写是下课的10分钟啊，下课10分钟。如果不论是以不论分不要加在布鲁尔分，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哈。这个我后面再给那个 Alex 做确定的那个回答。我要看他的第二句哈，大家都没人按，想要站起来哈。大家都没人敢故意ikut no bipaspanaan 是 paspana 是知道让教学啊 paspana 它这边是完成教室哦，我可以接受哦。bipaspanaan 这个是一个地点 bipaspanaan 就是教学的地方，就是当然这是教室了。教室在哪里呢？ikut no bipaspanaan 这个教室好像还有一个比较接近的词啊，但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就讲的是教室哈，改过了 no bipaspanaan 就教室的后面哦。好，我们再看智慧老师的。好，请智慧老师来念一下你的这个例句。Aluman kutsumikaya I katsumikayan do raya raya， 每天晚上运动场有很多跑步的人。好，谢谢智慧老师。Aluman kutsumikaya， 这你看啊，tsumikaya 这个也是构词哈。tsumikaya 是跑步嘛，tsumikaya
我们今天有没有讲到？这个后面待会会讲到。朱米盖亚就是朱米盖，就是加一个后缀 ay， 就是跑步的人。阿鲁曼库朱米盖就是跑步的人很多，在哪里呢？伊卡朱米盖亚就是跑步的地方，都讲的是时间呢，都的来呀这样子。每天晚上运动场有很多跑步的人。好，还有没有别的例句？老师，是我传一个这个达达航案，你听过吗？厕所达航案我有听过，可是这个我有听过。通常不会讲嘎多玛亚案这样子，厕所不会讲嘎多玛亚。我们厕所我们都会讲那个达达亚案，我也不晓得，这可能还是要看那个部落或者是那个亚群自己使用的习惯。我们会有2种会常讲，就是一个就是达达亚案，一般我们像我们长滨那边呢，讲那个达达亚案哦，是指一个固定的地方啦。那一般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洗手间那边。嘎多玛亚案就是看人了，你蹲在哪里，那个就是嘎多玛亚案，你说就是你，所以它没有固定的地方。嘎多玛亚案就是那个人蹲下去不的地方，那个就是嘎多玛亚案，那就是他那个大号的地方这样子。那也可以讲它是厕所啦。可是如果讲固定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厕所都是固定在那边嘛，那我们都会说的答案就是那个不能讲厕所而已，就是那个马桶嘛，因为现在家里面应该都有马桶嘛。以前的话就是那个蹲的地方嘛，答案。那我不知道别的部落怎么说。达汉案就是我有听过，其实也是讲厕所嘛，所以这个还是要看部落使用的那个习惯。像刚刚就好几个，就是那个词也都不太一样，跟海岸的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尊重自己部落使用的那个习惯跟方式吧。好，那没有例句了嘛？哈，没有例句我们就往下走哦。刚刚是 OM 词的那个名词的字根嘛，那我们来看那个动词的字根哈。动词的字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OM 字根它延伸发展的这个方式哈。好，我这边用感恩是吃的意思哈 ，KAEN 感恩是吃，然后它也是中缀，使用中缀的方式变成动词哈，所以加 OM 古马恩就变成吃了哈，动词的吃。如果单纯讲这个感恩，比较无法展现那种活动性了，所以加中缀的古曼就是吃的感觉哈。那感恩单纯词感恩的话，它是动词是没错哈。那加了一个古曼，它还是动词，意义不变哈，它的意义没有改变。那如果说变成祈使句呢，也是古曼就变成要吃哦。这个我们加中缀哈，这个感恩加中缀就是吃。我们先让它变成动词，就古曼。那变成祈使句呢，前面加一个嘎古曼恩就是要吃。那我们一样的方法，我们用这个嘎古曼恩当做我们的字根哈。嘎古曼恩这个是中缀哈，嘎古曼恩当做我们的字根。如果加前缀呢？
巴嘎古玛恩就是也是一样啊。其实从以前到现在这个地方都没变哦。巴嘎古玛恩就是让谁吃，叫谁吃，使谁去吃哈。巴嘎古玛恩。那第二个呢，目前也是只有这两个哈。加前缀的话，巴嘎古玛恩就是吃的工具、方法，还有一个可能也有是原因，也有可能哦，工具、方法或原因。巴嘎古玛恩。好，这两个。古玛嘎古玛恩加前缀的话，这两个巴嘎古玛恩、嘎古玛恩，其实我边讲大家就可以边背了，尤其是那个读写的啊。好，如果是古玛恩加后缀呢，有几种？只有一种哦，加 an 嘎古玛恩难也是一样哈。嘎古玛恩难吃的时间、吃东西的地点，嘎古玛恩难。那这个像我讲，如果像这个地点呢，嘎古玛难我们一般也都会讲它是餐厅了。现在可能都会讲餐厅，嘎古玛难。好，第三个，嘎古玛恩如果是加前缀、加后缀呢，也是一种，就是萨嘎古玛难前面加一个萨，岸，用这个岸，萨嘎古玛难就是想要吃的意思哦。好，这个是好，这像另外哈。另外，如果我们不要用那个呢，不要用中缀，就是单纯的一个感恩，然后来加缀词哦，词缀，看看会变成什么哈。我们刚刚那个是有加一个中缀哦，如果是用这个感恩这个单纯词哦，是米嘎难前后哈，它有三种，前这个感恩加前缀加后缀有三种，米嘎难就是所吃的。所吃的东西哈，所吃的米干难。第二种呢，马嘎恩奈，马嘎就被吃的，马嘎恩奈被吃的东西哈，马嘎恩奈，同是嘎嘎恩，嘎嘎恩嫩，嘎嘎恩嫩，嘎嘎恩嫩，这个要嘎恩那个，因为加一个 an 哈，在发音上要嘎嘎恩嫩，加那个嫩就要出现了嫩。好，它的方式就是重复子音哈，这个嘎，它是重复这个嘎恩的这个子音哈，所以我们待会当你选这个字根的时候，可能这边就要改变哈，看第一个字子音是什么，那从前面就要重复这样子。好，嘎恩就是将要吃的。好，这个有不一样哈。马干奈是你已经吃到嘴里面了，马干奈，我们过来马干奈，意思就是已经在嘴里面了，甚至已经到肚子里面了。像这个嘎嘎呢，就是将要吃了。我们韩国嘎嘎呢，你说你要吃的什么东西还没吃哦，就是还没在肚子里面，所以这个是有差别啊。那这个米干呢，我们米干呢，你说这个。所吃的这个其实已经有动作了。好，大概是这样子哈。我们来看看例句哈。我先把字根贴出来好了，这样大家可以早点预备哈。我先跳出来一下哈，等我一下。好，我把这个 on 中缀的字根先贴出来哈。其实也不多，
我想到的就是这几个。如果你还有别的字根，你也可以写出来。动词的哈，om 动词的字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例句哈。句型一，好，最简单的感恩嘛哈，张嘴。古曼嘎古多弟弟，古曼嘎古，我吃猪肉。或者是我在吃猪肉也可以哈。古曼嘎古多弟弟，我吃猪肉，我在吃猪肉，好，都可以。好，我们来试试看哈。好，各位你就用这8个字根了。哎，我发现刚刚有人用到动词，对不对？好，没关系，我就不回头了哈。我们用句型一哈，我们按个过弟弟，用我提供的这个字根哈，为你发挥一下这个想象力，自己造句一下哈。句型一，加中缀的地方应该都是一样，都是在第一个子音后面哈，都是在第一个子音后面。lumaan, lumahat, lumuas, lumilang, lumakat, lumuho, lumungaw, lumangit，都是第一个子音后面就加中缀哈。我们来试试看。句型一，好。像我问一下哈，智慧老师，你是秀姑峦的吗？海岸、海岸的港口。对啊，照理来说，我们应该使用的是一样的。你刚刚讲那个的答案，我有听过，不过蔡中涵这边好像查不到。好，没关系。如果部落是有常用，那就使用就好了，没问题。好，这个句型比较简单哈。如果有同学可以写下例句，试一试哦。如果没有，那我们就往第二个句型哈。好，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学哈。那我先讲一讲第二个句型，句型2哈。这个就是加前缀哈。Kakumaan 前面加一个沙。Kakumaan Kakumaan kakuto titik Kuni akasing Sakakumaan aku tu titik Kuni akasing Sakakumaan aku 就是我用来吃东西的工具哦。吃什么东西呢 ？Sakakumaan aku tu titik 我用来吃肉的工具。Sakakumaan aku tu titik 我用来吃肉的工具是什么呢？古尼阿开信，所以我们要从后面翻哈。古尼阿开信，这个碗是我用来吃猪肉的工具哈。嘟滴滴，这个滴滴，如果我们一般单独讲的话，通常都是讲猪肉了。如果说有特别种类的肉，鸡肉啊、鱼肉、鸭肉啊，可能就是要后面要补
这个工具哈，就是这个碗古尼亚改姓换到前面来讲也是可以的哦。那可能就会变古尼，因为是这个碗嘛，古尼亚改姓，然后呢，前面后面的那个标记哈，各位标记变成咕哦，古尼亚改姓咕，这个古玛恩那咕。古尼亚改姓古萨卡古玛那古杜弟弟，中文翻译是什么？就会要倒过来哦。我用来吃猪肉的工具是这个碗，哦，从后面翻。古尼亚改姓古萨卡古玛那古杜弟弟，我用来吃猪肉的工具是这个碗。好像我们这边的例句哈，这个工具其实也是可以省略的，所以我把它括弧哦。这个碗是我用来吃猪肉的。可是我刚刚有把主词换到前面，这个工具可能就很难省略了。乌尼阿盖辛古萨卡库玛那古多弟弟，我用来吃猪肉的是这个碗。我把这个工具省略看看啊，我用来吃猪肉的是这个碗，感觉好像还是可以哦，但是比较不明确了。我用来吃猪肉的是这个碗。我用来吃猪肉的工具是这个碗，可能这个意思会比较明确一点。好，我们有例句吗？前面2句。好，我们请决胜来念你的例句。来，Usakalumu aku kunia toki， 这个时钟是我用来起床的工具。好，谢谢。Sakalumu aku kunia toki， 用来起床。Lumu 中缀 ，Kalumu Sakalumu， 我用来起床的工具。古尼亚杜比，这个时钟，这个表，这个时钟啊，这个时钟是我用来起床的工具。好，还有人可以提供例句吗？还有像这个中缀的这个字根哈，也可以提供一下。好，如果没有例句，我就继续讲了。那如果你写的比较慢哈，你就直接贴上来，我会回头看哦。那我们就帮你解说一下这样子。好，先谢谢学生哦。好，句型3，一样哈，这是嘎古玛恩加前缀8哈，嘎古玛恩及伊那达瓜南都弟弟，嘎古玛恩及伊那达瓜南都弟弟。妈妈叫我吃猪肉，妈妈使我吃猪肉，妈妈让我吃猪肉，这些都可以了。妈妈叫我吃猪肉，这个比较习惯一点。从语义上来看的话，就是妈妈叫我吃猪肉会比较顺一点。Pagkakumaan, usakakumaan ako, tutiti, kunyari sing. Pagkakumaan si ina itakuanan tutiti。好，试试看来写一下这个例句。我们这个动词的字根这个有好几句，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讲快一点不然会讲不完。好，有句子吗？如果没有句子，我继续写不过我还是会等一下大家，因为可能有的人在写。好，我继续来讲那个句型4。句型4呢是直接加后缀
加后缀有几种呢？我们来看一下，一种，我们就用 gagumaan 当词根嘛，加后缀的就是这一种哦 ，gagumanan， 所以它是时间或者是地点哦，时间或者是地点。好，我来念句型式的句子哦。Isfiku gagumanan naku tutiti gagumaan gagumaan 是我们的字根哈。好，我先来说明一下哈。gagumaan 它其实也是构词的哈，但是我们现在就把它当做字根，啊，就是 gagumaan 这是字根，然后加后缀的 an gagumanan 就是 gumaan 是吃嘛哈 ，gagumaan 就是要吃 ，gagumanan 加一个后缀哈，变成吃的地点或是吃的时间，吃东西的地点或者是时间哈。好。Isfiku gagumanan naku tutiti， 我吃猪肉的地点哈 ，gumaan tutiti 哈 ，gagumanan naku tutiti， 我吃猪肉的地点在集会所 Isfi， 在这个 Isfi 有的部落是讲厨房哈，那有的会讲集会所 Isfi。Isfiku gagumanan naku tutiti， 我吃猪肉的地点在厨房或者是在集会所。那如果说要变成时间呢？时间就前面这个地方哈，改成时间就好了。Ikalahaukan gagumanan naku tutiti， 我吃，就这样说。好，都没有人写例句了。好，今天大家比较方便哈，比较懒。还有例句吗？好，那个 Alex 的直接写3句啊。好，我们请 Alex 来念一下你的句子哈，全念好。Mitengil tu sekak nu kokwe e lumuwash ji ina aku。如果听到鸡鸣声，我妈妈就会起床。Usaka lumakat gula阿公 gula 轮椅，那台轮椅是那位阿公用来走路的工具。Baka lumakat ji sinsi 写错了。Baka lumakat gu sinsi tu midilisha niya， 老师叫学生自己走路。好，谢谢 Alex 啊。好，我们来慢慢看这3句哈。Mitengil tu sekak nu kokwe。一般来说哈，这个前面有个阿努，后面一般来说会加个伊啦，阿努伊哦，那中间就是它说明哦。Mitengil tu sekak nu kokwe lumuwachi ina aku。我们从后面看哦 ，lumuwachi ina 妈妈起床，谁的妈妈呢 ？lumuwachi ina aku， 我的妈妈就会起床。阿努就是如果哈，mitengil tu sekak nu kokwe。好，这个如果听到鸡鸣声哈 ，sekak nu kokwe。那种mitengil如果变成 matengil 会不会比较好？matengil tu ku sekak nu kokwe。matengil 就是被听到哈，被听到是什么东西被听到？就是鸡鸣声被听到。matengil tu sekak nu kokwe。哦，我改一下。对对对，会，因为这个鸡鸣声是被听到。matengil tu。改吗？比较自然啊。然后这个赌哈，那等于这个赌就变成要改成股。好 ，KO 对。好，那个格位标志，因为后面这个是
它就变成一个名词嘛，这个叫声呢，我是嘎努古古，阿努马登埃尔古是嘎努古古，我摩西那古，我妈妈就会起床。好，我们来看第二句哈，萨嘎鲁马嘎，这个是刚刚是句型，古摩好，句型1好，现在是句型2哈，我把它翻到让大家对照一下哈。我萨嘎鲁马嘎，萨嘎鲁马嘎哦，走路的工具。萨嘎鲁马嘎，好，古拉阿贡，这个要用努拉，因为你的中文写那位嘛哈。哦，好，这个标记要改哈。好，要用努拉那个努拉阿公，然后古拉阿轮椅，这个就是用古拉的哦，古拉阿轮椅，轮椅这个好像还没有人发明哦。这个也是常常用得到的，所以希望有人去发明这个轮椅怎么讲啊？我是卡鲁马卡努拉阿公古拉阿轮椅这样子。那一台轮椅是那位阿公用来走路的工具，这样子。好，这一句也没问题。好，第3句哈，这个是句型3哈。巴嘎鲁马卡，巴嘎鲁马卡，古星系，都米比塞尼亚，尼亚。Tumitili 我想一下 ，Pagkarumakat kusingsi tu mitili 这个我问一下那个 Alex 哦，好，那个尼亚是什么意思啊？这是秀姑人吗？我不知道，我之前上课有听其他的老师讲过这个字，我就把他怎么翻？他怎么翻那个？就好像是说学生自己，好像是那个黄凯明老师讲过的，就是自己去打扫的意思。就讲那个打扫的时候，他有说尼亚就是自己去打扫这件事情。哦，以前讲过。Pagkarumakat kusingsi tu 啊，这个几我改成古哈。Pagkarumakat kusingsi tu mitilitai 尼亚。这个比较早用，学生自己，老师叫学生自己走路。学生自己。Pagkarumakat kusingsi tu mitilitai 好，没有关系哈。凯明老师说过的，其实不会有错啦，只是说我自己部落的习惯不太一样。如果我现在这样子哈，如果我是写到这边哈，就是老师叫学生走路，就这样子哈。因为你是说学生自己走路，学生自己就是mitilitai尼亚，学生自己。好，没问题。好，我改一下。好，谢谢老师。不会。那我们的例句哈，我刚刚是讲到句型4嘛，我继续往下哈。那如果你们就继续写，应该不会赶不上了。我已经有一点拖了。好，句型5。好 ，gakumaan 是字根哈 ，gakumaan 是字根，所以我们这个是前缀加前缀，然后再加一个后缀案。gakumaan 是地点哈，在这里我写的例句，这个是地点。如果现在前面加一个 gakumaan 就是想要吃哈 ，gakumaan gaku tu titik iniaru 就是在部落。
Sakakumanan gakutu titi inyaro， 我想要在部落吃猪肉。如果我只讲 Sakakumanan gakutu titi， 就是我想要吃猪肉，然后在部落。那这边中文翻译的话，我想要在部落吃猪肉。Sakakumanan 想要吃啊。好，那个 Alex 已经做了订正了。哎 ，Alex， 你这3句你订正的，你念念看好不好？好，matangilku sekak nu kukwe i lumuwashi inaku。第2句 Usaka lumakat nula kong kula 轮椅。第3句Baka lumakat kusinsi tu midilisai niya。好，谢谢哈。来，像 Alex 的这个口音，其实还可以再加强哦。如果像你的第1句啊，其实谢谢你提供的这个句子哦。如果是我们要来念这一句的话哦，因为你这个是一个描述事实，在描述一件事嘛，所以他的口音应该是这样。matangilku sekak nu kukwe， 这个 kukwe 这样子，就是 kukwe 这样把它提高，然后再下来哈。matangilku sekak nu kukwe lumuwashi inaku 这样子，我妈妈就会起床。lumuwashi inaku matangilku sekak nu kukwe lumuwashi inaku， 这样就会那个语境上就会那个比较顺，我只能说比较顺啊，没有比较好，但是比较顺啊。matangilku sekak nu kukwe lumuwashi inaku， 这个就很像在叙述某一个事件这样。那第2句呢 ？Usaka lumakat nura akong kura arui。Usaka lumakat nura akong kura arui。所以他那个我们有时候稍停顿的那个地方，要拿捏清楚一点，就是 Usaka lumakat nura akong， 可以到这边稍微停顿一下。kura arui。好，第3句。Pagarumakat kusinsi tu mitilisai niya。Pagarumakat kusinsi tu mitilisai niya。这个哈，因为你的中文翻译是学生自己嘛，所以这个 mitilisai niya 这个可能要连着讲，不要停。Pagarumakat kusinsi tu mitilisai niya。mitilisai niya 学生自己。好，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第几个句型？好，句型5有没有例句？现在目前句型目前只有学生跟 Alex 有在写啊，其实不会很难啦。那个反正我都已经把这根写上去了，只要加 OM 好了。好，我继续哦，我就继续写哈，因为后面还有1、2、3、4，还有4个哈，我就讲快一点。好，句型6，这个照顾古曼奈哈，加后缀哈，这个古曼我这边，这个古曼加一个后缀哈 ，a 只有一个 ay 而已，这是吃东西的人。照顾古曼奈杜拉阿弟弟。杜拉弟弟就是那块猪肉哈，然后古曼奈杜拉弟弟是吃那块猪肉的人是谁呢？这个照哈，这个照顾古曼奈杜拉弟弟这样，这个也是不难。古曼奈吃猪肉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那个我刚刚贴上去的字根哈。
我怕有人刚刚没有看到，我再贴一次哈。好，这个感恩是吃哈，动词的这个中缀，古玛恩，古玛奈就是吃东西的人。那个拉哈呢？拉哈是生长，或者是那个那种会爬的那种植物啊，它在延伸的时候，那个也叫拉哈。那我们会鲁玛哈加中缀的话，就叫 LOM 就有鲁玛哈。我们可以说什么？鲁玛哈塞。我现在讲 AY 哈，就在成长的人哈，或者不一定是人的东西的人的动物的东西都可以哈。鲁玛塞这个鲁玛塞哈 LOMOWAD 这个鲁姆塞就是起床的人。杜布勒代停下来的人，或是停下来的东西哈，不一定是指人哈。鲁玛嘎代，这个鲁玛嘎车子也我们可以叫鲁玛嘎代啊，在走的，正在走的，正在跑的人。好，鲁姆户是弯腰哈，在弯腰的人的动物的狗。这人奥是什么？睁开，应该怎么讲？发芽了。人奥，母人奥就那个草在发芽了，生长了。人奥外呢，也可以讲那个植物在生长的植物，在生长的人，其实也都可以。当一起，都忙在哭的人，在这个当一起，因为它是好像只有动物才会有这样的动作，所以一般都是指人跟动物。所以翻译大概就这样翻了。好，这个句型六也是很简单哈，这个照人物，这个照顾古曼奈多拉阿弟弟，嘎照是一个人，所以他是在吃东西的人，吃这个猪肉的人是嘎照。好，我继续哈，现在已经46，有点赶，我继续讲句型7哈。这边呢，就不是就是我们就是不加中缀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像这个感恩哈，那我这边有提供3句哈，你感恩那之所吃的。好，那个我来问一下哈，那朱晴老师说有点快吗？因为没有人写例句啊。好，那我们就先稍微停一下哈，我们就不要赶。那个先请学生来念一下你的例句。乌尼尼阿乌埃古鲁姆哈塞伊巴蒂，生长在墙上的是这个藤类。好，乌尼尼阿乌埃古鲁姆哈塞伊巴蒂。好，那个就没问题了，谢谢学生啊。好像他这个边哈，像学生这个乌尼尼，他其实是，我们也可以直接讲是乌尼阿乌埃，那乌尼尼这个就会特别指称的这个了，就是就这个。所以如果在中文的翻译呢，生长在墙上的就是这个藤类哈，可能就要这样翻了，就是生长在墙上的就是这个藤类乌尼尼啊乌埃。因为我一般来说这个藤类我们会用乌尼啊乌埃乌尼，
就可以了。那特别指称呢，就是这个藤类。好，我们来请 Alex 来念一下你的例句。Kira-kirangan ko Karumagatan Kulagaga Adusafa， 那对兄妹散步的地方在树林。然后Sakarumagatan及那古伊Paris， 我妈妈想。什么其他的人如果有在写例句的话，那你就继续写啊，我就不赶在后面的。我们再来看那个 Alex 的句子哦。Gilang-gilangan， gilang-gilangan 就是丛林哈，树林。他讲的就是一个地点哦。Gilang-gilangan 这个也是一个构词哦。Karumagatan， 走路的地方。Karumagatan。好，这边有个地方哈，你看啊，这个跟刚刚的那个错误有点像，是同一个人哦。我先回头看一下哈。哦，对 ，Alex， 你看哦，你刚刚就是你刚刚犯的那个一样的错误。Gilang-gilangan ko Karumagatan， 这个也要用那个，因为那个哈 ，Nuragaga Adusafa 要用 Nura。哦，好。对。等一下哦。好。第二句呢 ，Sakarumagatan 就是前缀 ，Karumagatan 前面加 sa， 后面加 an 哦。Karumagatan 就是走路的地方啊。Saka 想，对不起，我讲错了。Sakarumagatan 就想要走路了。Sakarumagatan Ginaku 我妈妈想要走路，在哪里呢？以巴黎。那妈妈想要在巴黎走路，那中文的话当然就是走路就变得很没情境了，因为他讲的是巴黎嘛，所以用散步会比较有感觉了哈。Sakarumagatan Ginaku以巴黎这样子。然后第三句呢？Uhay 是一个人。Uhay ko Lumagatay 走路的人哈 ，Lumagatay。Uhay ko 就是在外面。Ipaputar no Lumaku 在我家外面走路的人是Uhay。好，第三句也没问题。还有吗？我还是等一下好了。那个例句我应该是讲不完了。我们的句型4哈，句型4、5、6，这样子好了。我还是等一下哈，就是还有人在写吗？好，学生又提供一个句子哈。Ilapiiku Katumangican Nuyagawas， 那个鬼哭泣的地方的时间在半夜。好，谢谢。Ilapiiku Katumangican Nuyagawas， 好，这边我要提醒一下哈，这个，我觉得那个学生跟 Alex 蛮厉害的，他写的那个例句都是很贴近我们的那种现代生活里面会讲到的事情哈。Ilapi 就是一个时间点，就是半夜哈。Katumangican 这个是
句型4哈，叫杜芒一站，杜芒一是哭泣哈，哭泣的地方啊，时间，因为他讲的时间哈，比如飞个杜芒一站，努亚高瓦斯哈，他没有写努拉高瓦斯，那个。我现在说明一下哈，有一些人会知道了，不过比较初学的可能会不知道。像我们讲说古拉就是那个嘛哈，不过那个是眼前的那个哦，古逆就是眼前离我最近的是古逆，在我眼前有距离的叫古拉，那个古逆就这个哈。那古亚呢？古亚是那个看不见的，就是没有在我眼前的。比如说我们在教室里面，有人在外面走路，我们看不到，我们就可以说古亚，或者是说我们在叙述一件事哈，它不是现在发生的，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个人，我们都可以讲古亚。那学生他这边因为鬼我们也看不到嘛，那个努拉高瓦斯是那个鬼哈，看不见的那个就是努拉高瓦斯，所以他蛮有概念的哈。如果是眼前的呢？那个鬼，那个表示你看得到那个鬼哈，你可能就要讲努拉，看就是在你眼前看到的就要讲努拉，或者是忤逆搞啊这个。看得见的，就在比较远的地方的看得见的，就是讲努拉。好，还有句子吗？如果没有，所以有一个例句我没讲到吗？苏信老师，你说的是哪一个？好，我看到了哈。我们请智慧老师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哈。Ci ali aku kulumarai misagaranam， 起床煮早餐的人是我的大嫂。好，谢谢智慧。家里好，家里阿姑kulumarai misagaranam。哇塞，起床的人哦，起床煮早餐的人，我想一下这个怎么分啊？哇塞啊，米卡拉纳，起床的人，起床的人就像这边哈。因为你有两个嘛哈，一个是鲁瓦，然后一个又米萨嘎拉纳嘛哈，有两个动作就是起床，然后再加煮早餐。是。那鲁瓦，我们用直观的方式啊，鲁瓦带起床的人来煮早餐的，可能这样，是我的大嫂。起床的人来煮早餐的是我的大嫂。就是我们还是要贴近我的那个这个课程的那个宗旨啊，就是说那个构词，就是我们的结构，然后在翻译上的翻译方法。马赛就是起床的人嘛，起床的人来煮早餐的是我的大嫂，这样可能翻会比较贴近这个你写的这个主语的句子。不过你写的这个中文句子是比较好听啊，起床煮早餐的人是我的大嫂。那我是照着这个句子直翻，就很直观的去翻。起床的人来煮早餐的是我的大嫂，这样子。好，所以那个学生有做了一个帮那个智慧来修正哦，我刚刚也没注意到，他那个喉舌应该放前面，
前面。阿里，所以你把它写在后面去，点错了。阿里会变成阿里，就会变成这样子。阿里，哎，你有看到吗？那个智慧老师有。学生也帮你查了，就是那个喉舌音放在前面，阿里，阿里夫。好，还有没有念到的吗？应该好，感觉好像没有例句了哈。不过我们的时间原因不容许，我们再继续讲下去了哈。剩下1分钟。好，来问一下哈，那个问一下智慧，那个阿力是男女都可以，对不对？对。对嘛哈？对，我印象中男女都可以。就是说那个那个什么姐夫妹夫，兄弟姐妹的，兄弟姐妹的那个中文那个叫什么？太太先生。妯娌哦，妯娌了，对了。那男生不叫妯娌吧？男生应该怎么讲？连襟。不是连襟，连襟是阿妯娌是只有讲女生吗？对呀。我想不起来，男生应该怎么讲哈？这个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有想起来再提供一下哈。好，我们今天的那个我们还是一样哈，就是后面4个来不及讲。好，那我们今天就上这边哈。好，谢谢各位那个我们族人的参与哈，谢谢你们辛苦了。那晚上睡到平安，晚安。阿来西西，阿来西西，阿来西西，哎。